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哇，等一下周牧师讲道的时候呢，会有这个口令哦，所以你们要先学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我说阿门，你们要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说哈利路亚，你们要说阿门 ，OK 吗？好，阿门，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哎呀，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呼喊当中，我们就是站在基督的面前，阿门，阿门，所有仇敌都要离开我们，阿门吗？阿门。是，所以当我们喊阿门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你的力量，带着你吃奶的力量。阿门是怎么样喊呢？阿门，阿门！感谢主，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要用喜乐的心，我们有一个快乐的灵，我们要来赞美这位天父。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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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这是口令哦。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全人全心都要交给神。我要请问你，神他会知道，上帝会知道你的心跳吗？上帝他知道你的心跳，对不对？是，所以我们要全然的把我们自己委身在这一位全能的神当中。神知道你血液的流动，神知道你身体，知道你的大脑所有的思维，神都知道。因此我们说，主啊，是我还有不足，我还有软弱，但是神你造我，我就是最棒的，我就是最有价值的，在神的眼里，你来看我，我是最美丽，我是最帅的，阿们，阿门。你来跟旁边，你跟他说，我是最美丽的，我也是最帅的，我是最美丽的。哈利路亚！哎，当你说到你自己美丽的时候，你要充满信心，因为你带有神的荣光，你的帅气带有神的荣耀。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将我们的手伸出，我们要来邀请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需要你；圣灵，我需要你；圣灵，我依靠你；圣灵，我依靠你。我们现在用方言来祷告，好不好？寻求圣灵更多在你的里面的同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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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啦啦啦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啦啦啦啦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啦啦啦，是的，圣灵，我们真是渴慕你更多的运行跟充满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用主祷文，我们要一起学习耶稣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我们这位神配得我们用舞蹈歌声赞美他吗？大声说阿们。我们现在要来喊3次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赞美主，让我们整个灵都完完全全的向圣灵敞开，并且呢是大大的开口，然后要大大的充满。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将我们的手举起来哦，好，我们要呼喊了，哈利路亚！3次，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概50个人的声音，我们看一下，这样现场大概有多少人？有没有超过100人？有，我们要有300人的声音哦，好不好？好，哈利路亚！再一次哦，哈利路亚！预备，3、2、1，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跟旁边你跟他说，用歌声舞蹈赞美他，用歌声舞蹈赞美他。哈利路亚！我们信靠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阿们吗？阿们！一起用舞蹈和歌声来赞美他。
是 Amen，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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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哈利路亚！我用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荣耀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大声的宣告：信靠主耶稣，我必得胜；信靠主耶稣，我必得胜。主耶稣是习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一起更喜乐的来敬拜他。你是新生机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生机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战斗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成就。新生机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生机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战斗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一起来拍掌。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成就。哈利路亚！只有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荣耀的神。哈利路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来敬拜他。是我
我的牧者为你所需，在每个季节你爱引领，你是供应者的神君王，你是我力量泉源。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有你的同在，我不怕遭害，恩惠与慈爱跟随着我，从今天直到永远。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我不被难离，我不被难离，在你同在里，祝福已降临，你超乎所求，求神灵恩膏我，求神灵恩膏我，在你同在里，祝福已降临，超乎所求。God, you're so good to me. God, you're so good to me. God, you're so good to me. God, you're so good. God, you're so good. 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在高山，在高山，我要赞美，我就是要赞美。虽然在低谷，我仍要赞美。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举起我们的手来赞美。哈利路亚！我要赞美，主啊，我们要把赞美、荣耀归给你。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神与我们同行，那是最美妙的事情。神内住，那是我们最盼望的事情。有时候我们求很多，说主啊，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
但是我们忘了跟神说：神啊，你与我同在，胜过这一切。阿们。阿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神必将一切你所需的东西都要加给你。阿们。阿们。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敬拜他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私人的事情，可能你跟别人约好的事情，然而你把神摆在第一位，你就是把神的国、把神的义放在第一位，神也要把你放在第一位。因此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参与礼拜的，你都是尊荣那位神，你是看重神，神也必看重你。阿们。也透过直播在敬拜的，神也必看重你。哈利路亚。因此今天我们要运用神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全能跟恩典，我们要来分赐。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来为我们的旅游的步道来 RPG。在上个礼拜已经有3团出去了，总共有5辆的游览车，有将近200个人参加。然而有100多位的 base 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是神要量给我们永光教会的产业。阿们。神应许我们说，福杯要满溢出来。因此这3团他们已经完成旅游，然后后续呢，要不断的让这个 best 能够在桌群里边来落户。这是我们的细胞小组外展透过旅游的一个拓殖的幸福小组，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非常美的果子。我们现在要来为这些的 base 来祷告，为这3团的 base， 还有我们接下来还有6团，总共会有560个人参加在这个旅游。我们要看重这个事情，我们要把这些人的生命都要尊荣他们，并且将他们仰望在基督的手中。阿们吗？阿们。所以我们为我们的旅游步道来祷告，我们为这些 base 来祷告。 RPG 我们现在来一个一个找一个来，我们会的来带不会的，然后从我们的里面来宣告我们的铁三角同工来观察一下，有新来的我们就来带他们。哈利路亚。我们开始来 RPG 1、2、3，开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祷告就带来翻转。哈利路亚。神灵，感谢你，主啊，我们在这里的祷告，就是因着耶稣基督，你是应许的神。主啊，我们为辈子的，为我们的旅游步道来祷告。主啊，你给我们同工，给他们兴盛，给他们力量。主啊，他们所涂抹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从神来的，并且是神你看为圣洁的事情。因此，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被称为美善。主啊，我们为这些辈子的来祷告。主啊，每一个辈子的，主你已经点名，你已经呼召他们。主啊，透过我们同工的关系，主啊，他们要在你的里面，他们要被称为神，你看为是良善的。主啊，因此他们都要来认识你，并且快速的来认识你。啊，主啊，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圣灵你的慈爱来运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来赞美。哈利路亚。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我不被满意，我不被满意，在你同在里，祝福你降临，超乎所求。
声在赞美中。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来，请牧师这一边的人来唱。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是你们的声音环绕整个会场。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来，我们欢迎这边的弟兄姐妹，你们来看着他们，看他们怎么赞美。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们为他们拍掌，我仍我们为他们拍掌，我不畏惧，为他们拍掌，不再因为他们的畏惧，赞美，哈利路亚！你与我同行。一起赞美，看声音多大，一起。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牧师听到这赞美的声音，是带来祝福跟分赐的。我们想象我们这个声音呢，可以唱大到总统府可以听到，阿门。阿门。总统府可以听到，是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赞美，我们要宣告，所有台湾都要因着我们的赞美神，让台湾得着医治，阿门。阿门。这是我们所渴慕，因为神他命定要祝福台湾。预备好了吗？我们要把我们的声音给分赐出去哦。预备好了哦，哈利路亚！举起我们的手，我们宣告来。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我不被满祝福意，台湾，不被满意。我不被满意。哈利路亚！祝福台湾神的同在。同在意，祝福的降临，超乎所求。求神圣灵来到台湾，哈利路亚！求神灵恩膏我，哈利路亚！主啊，谢谢在你。你同在里，祝福的降临，超乎所求。God, you're so good to me. God, you're so good to me. God, you're so good to me. God, you're so good. God, you're so good. 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现在你转向旁边的人，对他唱，在高山我要赞美，在高山对他唱，我要在低谷我能赞美，不用看歌词，看弟兄姐妹，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看你的小组的人，在高山，我要赞美，看着他，眼神对眼神，在低谷，我能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牵着旁边的人的手，牵着旁边人的手，然后对他唱，我不畏惧哦，1、2、3，来。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好像还要更多，来。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
一边中间走到手没有牵起来。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新媒体来，新媒体来这边拍一下，新媒体来，再一次哦。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手举起来，哈利路亚！我们是刚强的勇士，哈利路亚！把掌声归给神，哈利路亚！感谢神，弟兄姐妹。无论遇到任何事情，有神的同在，有你旁边神队友的同在，我不畏惧。阿们，阿们。有小组员的同在，我不畏惧。阿们。我们一起举起说：我不畏惧，我刚强。来，我不畏惧，我刚强。阿们，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阿们，阿们，哈利路亚。等一下，周牧师会考我们了，大家模拟好了哈。OK， 大家请坐。现在要来攻读圣经。圣经记载在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5章13到15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请。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圣经读到这，愿圣经的话成为我们心中一生的帮助。现在要请本堂周牧师来证道，他要证道的题目是敌我识别系统。敌我识别系统。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这样高亢的来赞美他，你觉得这是享受吗？阿们。对的，基督徒我们聚在一起就是最美的，把荣耀颂赞归给他，使尽我们的全力，甚至沙哑了都甘心乐意，对不对？对，因为他是配得我们敬拜的，所以感谢主。你跟隔壁说，你还可以更大声的来。对，你还可以更大声的，我们来敬拜神，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举起我们右手来，我们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人生的灯塔，能力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意，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好。阿们。感谢主。是的，我们有属天的价值，我们可以活出更美好的，在神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成为他的见证。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牧师用这个题目，比较现代的题目，来跟大家来分享敌我识别系统。敌我识别系统。我们从礼拜一开始，我们读经计划已经进入了约书亚记，对不对？那你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新的一代的开始。神按着他所应许的，要赐福给以色列人，借着他选召摩西，然后如今是约书亚来接棒。所以约书亚记可以说是整个旧约里面12卷历史书的第一卷。那我们从这个约书亚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是如何的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哦，在彰显神的大能。征战得胜刚好是他们前半段约书亚记1章到12章所记载的
得地为业，刚好是13章到24章所记载的。所以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看见，对的，神所应许的绝不落空，阿们。神所给予要给我们的必然成就，阿们。只是那个时间的问题在哪里？在我们人是不是全然的降服，愿意100%的相信没有，这成为一个最大的关键。但是神应许的却绝不落空，这是100%我们可以确信的。那约书亚他其实本名叫做何西阿，何西阿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拯救的意思。那摩西称他为耶和西亚，那为什么呢？因为摩西知道他拯救是源于耶和华上帝，所以有加一个耶在这其中。所以约书亚摩西称他为约书亚的意思就是亚威拯救，就是耶和华拯救。那在希腊文里面，约书亚其实就是耶稣的意思。所以了解吗？在旧约我们称约书亚，其实他的名字在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就是耶稣的意思。所以这是以色列人他们长久以来的盼望，他们盼望他们得蒙拯救，脱离敌人的手。这个经历不断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不断的来重复。那我们知道约书亚他是出生在于埃及，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有400多年，对不对？430年哦，所以他是出生在埃及，所以他儿童的时候到年少的时候，他过的是奴役的生活。然而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跟着出来了。他不但跟着出来，他成为壮年的时候，他就可以带领以色列人来面对任何的挑战，邻国的这一些的敌军压阵，约书亚都是带兵去了，带军去征战的，并且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神要摩西搭建会幕，会幕要搭建在哪里？在以色列12支派的中间。然后当以色列人要前行的时候呢，会幕就会收起来，成为引导以色列人往前行的。哪里会幕停住，哪里就搭建起来，继续来敬拜。那云柱跟火柱就是一个记号，对不对？我们读在旷野的路程里面，我们都非常清楚这一些的标志。然后我们感谢神。那约书亚他不但是摩西得力的助手，他是将军带兵出征。更重要的，圣经记载说，会幕搭建好以后，因为摩西要进进出出处理百姓的事情，跟神连结的事情，然后约书亚总是守候在会幕里面，很特别。所以他是一个忠诚服侍神的人，他终身在神的殿中来服侍神，让主喜悦，得蒙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就看见神选了约书亚来接棒，是有神特别的旨意，也看见约书亚他忠心于神，忠心于百姓，可以从这里来了解的。所以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我们一起来说，来，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约书亚就是耶稣，对不对？同样耶稣的意思也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好，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是以色列人已经过了约旦河，从约旦河东进到约旦河西。那进到约旦河西，第一个很重要的要塞叫做耶利哥。这耶利哥呢是在死海的北部，那在约旦河的西部。所以他们从约旦河这是约旦河从约旦河过来的时候，第一个就面对的就是耶利哥。这个耶利哥多么的重要呢？在整个巴勒斯坦的中间，在死海的上面。所以呢，从约旦河东过来，第一个就是遇到耶利哥。然后耶利哥这边上下就是当然往加利利去咯，往下就是往死海去咯，往东边往西边就是往海去，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
正中央非常重要的要塞，所以那里有很多的这个建筑呢，一代一代的被挖掘起来，就发现哇，耶利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哈。所以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第一个当然就是首要其冲的，就是来到耶利哥。而这个战役呢，在有很多的现代的学者的研究里面，他们都认为约书亚不可能赢过耶利哥，当时候不可能占领它，而且按照圣经所记载的，那是不可能的事。他们觉得那是神话故事，好，他们认定那是神话故事。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相信这位神干预在我们当中的时候，那所出现的事情不会是平凡的事，不会是人筹算以后就可以达到的，绝对不是，那就是人做的咯。如果神干预在你的生命当中，他会在你的生命做超自然的事情，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定点来看，以色列人进到那个迦南地的时候所经历的这一个过程啊，我们都知道，这不是神话事，这是确确实实，而且在历史的挖掘里面去看到考究的时候，就会知道，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是一个正确的历史故事当中可以让我们来了解的。所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来看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牧师用这个现代的用法，对不对？敌我识别系统。我们如果用现代来讲，我们现代是讲求的是高科技的战争，对不对？ AI 的战争，现在最厉害的是无人机，对不对？无人机、无人船，都是无人的，就是不用耗损人力，甚至不用耗损阿兵哥的生命的，这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但你知道吗？从古到今啊，所有的战争里面都会有误击这件事情啊。但是误击了自己的人会记录吗？不会啦，这样会很折损我们友军的战力啊，阿兵哥的士气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些将军们发现他们误击了，就说这是怎么样？敌军的飞弹，这是对方攻击的，他不会说这是我们误击的，谁会承认误击？如果你是将军，你敢承认你是误击了自己的友军吗？抓去砍头了，不是吗？对不对？好，所以在整个的战争当中，我们发现，然后呢，有一些就非常的重视哦。对，如果这样的话，敌我识别系统重不重要？重要。当过阿兵哥的举手一下。OK， 当过阿兵哥的 OK， 好，手放下。站过卫兵的举手一下。口令，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口令，对不对？你口令要先说自己的口令，对方要答正确啊，不然的话，你的枪就要顶着他，而且开枪了，对不对？口令，我是38，我是49，会有这口令吗？有啊，有时候是数字啊，对不对？对，口令非常重要。有没有属天的口令？有啊，哈利路亚！太小声了，没有的就要被枪杀了哦。哈利路亚！呀，不错不错，OK， 还有什么你知道吗？口令：基督是谁之主？完整的口令。好，友军，对，不错不错哈，口令，彼得的呼叫，这个比较少人哦，其他的呢？你们忘了吗？这是口令哦，要记得哦，阿们。对，你看，这个口令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哦。彼得的呼叫，
对，有没有吓一跳啊？当过兵的就是这样，要问口令，不是说口令你会被杀了，一定是会坚强的，因为你知道有人来，枪一定要怎么样？要上来了，口令，哇，对，口令，哈利路亚，阿们，对，就是这样子哈。感谢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也是有这个口令，因为这是来分别出来，你是属神的还是属世界的？你是属神的还是属魔鬼的？对，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知道，我们在赶鬼的时候要奉谁的名？很简单，到底这个是精神的发作，还是被鬼搅扰的话，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有口令的，阿们。当我们口令出来的时候，敌军就噼噼唰，他就怎么样？会闪。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胜不过耶稣。所以感谢主，让我们明白基督徒我们是有这么大的权柄，可以来领受从神而来的。所以口令来分辨敌我，在属灵的口令里面，我们也会需要非常的清楚，我们会常常用属天的口令，对不对？来面对我们的生活，这是必要的所以我们要有识别敌友的能力，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说，来，我们要有识别敌友的能力，这是必要的要清清楚楚的来了解。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牧师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议题的时候，就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当以色列人，神借着摩西带到约旦河东以后，神说摩西你就到这里，你要接棒让约书亚来接棒。所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圣经记载非常清楚说那正值是收割的日子。收割的日子，在以色列人他们居住在那里，他们就知道那是一个大水泛滥的时候，做水灾的时刻了，就是这样。哇，我们看最近的台湾这个水患非常的严重，对不对？对中南部来讲会非常大的打击。虽然我们在北部好像没有什么感受，但是买菜的人就知道，对不对？哇，3倍以上的价钱对，哇，这是我们可以同船上的，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彼此的扶持那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圣经记载那个是涨过两岸的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已经患难成灾了。但是神的能力在这里彰显，在最危险的时候，神给他们干地走过干的地走过这约旦河。所以这样的事情会不会被传开？有的是被传开的。所以周遭的其他的诸侯他们就非常的害怕。所以当他们正月10号过了约旦河，就在吉甲那里安营下来，他们面对的就是第一个要塞，第一个最极具挑战的就是耶利哥。所以就在这个时候，虽然是他们明白这样，但是旁边的诸侯比他们还害怕，因为他们发现神做的事情超乎他们想象。而且神要约书亚，要百姓立石头为证，要他们世世代代的知道这是神带领他们过约旦河，并且重复说，就像带领他们旧的一代过红海一样的，要把这件事情能够记得清清楚楚，这非常重要。所以感谢主，因着这样子，我们就看见这都是在记述的神超越自然的神迹的作为，在他的百姓，在他带领的过程里面，叫百姓看见经历，也叫周遭的人能够惊讶，并且是害怕的。所以今天的经文就是到这里开始。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他就举目观看，他发现有一个人手里拔出的一个刀，这个人一定是他不是平常的人，不是以色列人，
不是的，是一个可能是非常怎么样壮硕的，非常大有能力的，这来头一定不小。所以约书亚才会怎么样？看到的时候，哇，他会害怕，因为他说不料嘛，对不对？不料就是被他惊吓了，哇，那他就说口令，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对不对？口令，这个给我们有很棒的一个提醒。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因为神帮助我们，他说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我来，这是中文的解释，对不对？其实他应该是要说是现在我来了。现在我来了，表示什么？他之前有说过吗？有应许过吗？对不对？有，他以前有跟摩西应许，他要差遣他的使者来，要带领他们，要让他们征战得胜，得地为业。而今天他说我来了，现在我来了，表达说对的，他已经按着他的应许应允他们，已经来到前头，要当他们的元帅。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拔出来的刀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带领以色列人来面向这个最极具挑战的第一战耶利哥的征战哦，并且他也这样说，他是天军天使的元帅，他也带领天使来到这其中哦。所以我们感谢神透过这故事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我们总是可以怎么样？可以有神帮助我们的。神总是期待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并且他愿意跟我们并肩作战。阿们。所以在你的处境当中，如果你知道神在你中间的话，你还有什么害怕吗？如果你确信神在前头引领着你，你只要顺服跟着走就对了，那你还有什么惧怕的吗？对不对？这是基督徒你我在生活里面，我们要真正的去把这信仰活出来，非常关键的就是顺服，就是相信，这是必要的。所以我们感谢神，求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属灵的识别的能力，能够分辨善恶，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陷入魔鬼的陷阱当中。这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会面对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喜欢看鬼片吗？你喜欢看鬼片吗？牧师年轻的时候，教会的一群人有时候，走，我们去看鬼片，看谁比较有胆那看回来晚上都睡不着觉，晚上尿尿了不敢起来，就干脆憋尿好了，有没有？因为怕黑暗。那后来在高中的时候，我在信仰上更成熟一点，我发现看鬼片对我是祝福吗？看鬼片影响我的是正面的，是阳光的吗？我就会去分辨咯。那你看鬼片，你觉得是怎么样？你看鬼片以后回在晚上会怎么样？哇，好棒啊！今天晚上去蒙阿波有没有？继续看鬼好不好？会吗？即便你会说这是人做的嘛，还害怕什么？对不对？把音乐关掉就好。但是你去电影院可以关掉音乐吗？这不行嘛，你还是被他那个恐怖的音响，超大的音响震撼的，让你的心砰砰的跳。然后呢，你知道吗？凡我们所看过的，都会留下痕迹。走过的必留下痕迹，不是吗？我们看过的影像也会留下痕迹所以我在高中那时候，我就跟主说：主啊，从现在开始，我绝对不看鬼片，因为它会影响我。我不是害怕它，我是拒绝它。阿们。这是我们可以了解的我拒绝任何干涉到我思想、心思意念那一些负面的画面，那些负面的话语，我拒绝那一些。
因为那一些绝对不是神给我的祝福，因为那一些所带给我的，不给我的生命里面是可以非常圣洁的、非常光明的。不，他总是给我是一种害怕，是一种对生活里面有极大的一个恐惧。那对我来讲，我不必承载这一些，因为那既不属神的，我就不用去承担这一些。现在弟兄姐妹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对社群的东西都很有好奇心，但是那如果是会毁坏你的心思意念的，那你也应该跟主说：主啊，我要拒绝这一些，我不被这一些所诱惑着，我要成为你所喜悦的，让我的心灵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应该用这种属天的敌我的识别系统来分别出来。社会的人不会跟你说：哎，不要看鬼片。老师也不会跟你说鬼片不好看，不，这都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选择看什么非常的重要，你选择听什么，主权在于你自己，而所带出的结果会迥然的不同的。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分辨的能力，能够来了解。所以我要保持心灵的圣洁跟单纯。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我要保持心灵的圣洁与单纯。阿们。是的，这是我们应该所需要的。然后我们再看呢，约书亚知道这一位他称为是耶和华的元帅，他知道这是来帮助他的。虽然他说我不是来帮助你们，我是要带领你们，没有错，但是他清楚知道他应该要降服在他的面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俯伏在地拜他，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你的仆人吗？我们可以想象，约书亚他不是一个骁勇善战的那个将军吗？以他过去的战绩，他继续带领以色列人来占领这地，应该是 OK 的啊。为什么还需要别人来帮助他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对，如果用人的眼光来看，哇，约书亚都比我们厉害约书亚他应该是可以的，没问题的。但是对约书亚他自己来看呢，他觉得他还是有不足的地方。他知道他过去到现在都不是靠自己，因为他也看见他的领袖、他的老师摩西经过的这一切，他清清楚楚。若不是神带领给予他权柄、能力、信心的话，他哪有可能一个人要带60万、200万的人出埃及？哪有可能在40年当中怎么样可以喂养这些人？哇，每一个人一次花1个便当就好，你可以花几个人，对不对？他清楚知道，所以他降服跪下来，谦卑在耶和华元帅的面前。所以在圣经学者就认定这个耶和华的元帅就是旧约的基督呀。他彰显让约书亚来了解，坚强他的信心，让他继续能够完成托付他的使命。所以他说：主啊，我主啊，有什么话可以吩咐仆人的？对，当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总是可以说：主，请你吩咐我。我面对的这一些，我现在的环境怎么样？主啊，请你吩咐我，让我能够顺服你的带领。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了解。我们看在旧约里面，雅各他因为抢夺了他长子的名分，对不对？他哥哥以扫的长子的名分，但是神祝福他，虽然他离乡背井，神依然祝福他，因为他单单的仰望神。所以神要带领他回来的时候，他面对的知道他哥哥带了他的军队要来迎接他，但是是祸是福他不晓得。就在那时候，他求问神的时候，神给他看见的是天军、天使
这是耶和华的军队，让他可以看见了，他就安心了，对不对？他就去跟他的哥哥以扫相拥抱，痛哭流涕，有没有？这是雅各他看见的。不但这样哦，先知以利沙，哇，他把亚兰王敌对的亚兰王，他怎么样要暗杀以色列王这件事情呢，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以色列王。他没有在那个筹谋的这个会议里面，但是神感动他，让他能够有意向来知道，所以免去他的国王被暗杀半路被暗杀的这样的一个危机。所以亚兰王非常生气哦，说我们开会就这几个人，一定有失败在这里。老实说，是你吗？是你吗？是你吗？老实说，是谁？是谁？我要揪出来，要把他砍头。然后呢，他手下的人没有啦，我们的在以色列的失败告诉我们，里面他们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王啊，他把你在暗室里面所谈的事情呢，所筹谋的都去告诉以色列王，所以呢，以色列王都不能被我们抓来杀了他。哇，亚兰王非常生气哦，连夜的带兵要去围剿先知以利沙。哇，这个故事很特别哦。哇，清晨起来，以利沙的仆人看，哇，那么多的敌军，他吓死了，有没有？赶快跑进去说，老师啊，外面你去看一看。他讲不出来，说不出话来。哇，以利沙看见这个情况，就跟神说，神啊，求你开我仆人的眼睛。哇，他仆人的眼睛一被打开，看见什么？哇，满山的天使天军围绕着他们。哇，他心里就坦荡荡的，没有惧怕。对，我们也看见以利沙清楚，神随时随刻就派他的天使天军在包围，在扶持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也讲过呢。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有没有？哇，卖他的犹大带了一群人来，要把他抓去，有没有？哇，彼得看了要保护他的老师，刀子拿起来就砍了，有没有？砍到谁？其实砍到一个仆人的耳朵，因为他平常没有在砍，砍不准这是我多加说的啦。那不管怎么样，耶稣就告诉他，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他跟他的学生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的天使来吗？耶稣有这个权柄可以叫父差派12营的天使来。哇，那以我们现在一营100个人就好，就是500个人以上了。哇，但是他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他知道这是十字架的道路，这十字架的道路要成就的是救赎的道路，他应该要走完这一条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来了解，对，神随时随刻都与我们同在。我们总是要说，主，我在这里，请你说。等候聆听神的话语，等候神的指示，这是非常重要的。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呢，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就对约书亚说了，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很特别可以想象得到吗？这一幕就在哪里？就在他的老师有没有被呼召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上看他魂而不回的异象的时候，他往前的时候，有声音从荆棘中出来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哇，神就是告诉他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很特别神选召一个人，摩西，他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摩西把这棒子给约书亚的时候，不是说你就按着行，神就没事情。不，神依然看重他的接棒人，
能够愿意用同样的神迹奇事，叫他明白，叫他坚信不疑，是神选召他，是神差遣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摩西神就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必在这山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那个证据是什么？就是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 logo， 魂而不毁。是的，神应许的神迹奇事都必要成就。所以感谢主，一个最美的结局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就照着行了。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愿神给我们在今天早上能够真的去学习，完全顺服，可以完全得胜。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来，完全顺服，完全得胜。是的，当我们完全顺服的时候，我们可以领受完全的得胜。从这整个的故事里面，愿神提醒我们，约书亚立了12块石头，这是神吩咐他做的，要做一个证据。这个证据是要告诉什么？要他后代的世世代代都要纪念神怎么带领他们经过红海，神怎么带领他们经过约旦河。这个神迹奇事，这个超自然的作为，我们都要记住它，因为神会继续做，对不对？神在以色列人上一代出埃及的这一些人身上领他们出埃及，而如今神继续做一件这奇妙的事，带领新的一代经过这河水泛滥的时刻的约旦河，同样做这件事情，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所以也愿神帮助我们。我们看接下来我们读的第8章里面就知道，昨天读的咯。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人来宣读摩西五经。经文告诉我们，都宣读了一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阿们。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在小组里面，个人的生活当中，我牧师不断的提醒，如果你有经历神的作为，我们称为神迹奇事的话，你一定要记下来，对不对？上个礼拜牧师有胡立起身跟你们看，对不对？我的手被神所医治了，我要不要记下来？要记下来，因为我相信神会在做，神继续会做，并且我们每一天导读，每一天读神的话语，要一遍一遍的读，这是非常棒的。这是神在旧约就是按着这样来教导他的百姓，如今我们依然如此来行。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属天的敌我识别系统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天天宣读神的话语，我们要懂得神的话语，并且我们要记录神的作为，而这一些可以帮助我们信心更坚定。当我们说哈利路亚，我们知道阿们的时候，当我们说彼得的呼求，我们说主啊救我，这一些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对不对？那这一些就成为我们可以分别出来，你是属神的，二者就不敢对我们动一根汗毛。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一起来说，来，我越见证越有神迹。阿们。是的，我们越见证是越有神迹。下个礼拜8月31日是我们第5次的街头布道。你过去有参与街头布道的举手一下来，哈利路亚，感谢主哦。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要再参与耶稣基督所吩咐命令我们的大使命，这个记录我们都在永光教会记录起来，这是很棒的。但是只是永光教会记录吗？你知道吗？我们做耶稣所做的，我们做上帝最喜欢的事，你知道会记在哪里吗？在你的生命册上会记得清清楚楚的。那棒不棒？如果你觉得这一件事可以被记录在生命册里面，那你应该把握这个时刻。下个礼拜6我们有几个牧区要出去
布道，对不对？旅游布道，对不对？对，我们凡所做的就是要引人归主，就是为了传福音来做，太棒了。那礼拜天我们还是要卯足全力来，我们用40分钟、1个小时一起出去。我们小组就带出去，我们更有信心、更壮胆的来宣告。因为当你向人传福音，他拒绝的时候，那福气给谁？就是给自己咯。这是主应许的，对不对？你相信神的话吗？阿们。那你就应该一起来。下个礼拜我们一起来我们要出去。我们这个礼拜每一天都要祷告我们的晨祷都特别要为我们的街头布道来祷告，给我们遇到最渴慕福音的人即便让我们遇到最刁难的人，但是福音还是可以进入它里面，对不对？因为福音是不被禁止的，对不对？这是神应许的，并且我们参与在大使命的行动当中。我们相信在永光教会记录以外，在生命册上也被记了一笔，把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阿们。所以你要宣告，我有传福音的记录。来，我有传福音的记录。阿们。太棒了，这是神所喜悦的，是教会存在的基本的目的，也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愿神帮助我们下个礼拜，如果你还没登记的，赶快跟你的小组长铁三角登记，或者跟我们的干事登记。我们会预备布道完以后有一个点心，我们大家享受，然后在这里来数算神的恩典。下个礼拜是恩典满溢的时刻。阿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好，我们请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来，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书5章25节。再一次来，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书5章25节。即便他把磨掉，我们还是可以背起来，对不对？来，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书5章25节。阿们。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从他来领受，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奇妙超自然的作为。神的作为会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回应神的话语。心中渴望朝见你的容颜，进入你的同在，荣耀彰显，信心吐意在你施恩座前，卸下重担，全心紧紧跟随，心中渴望朝见你的容颜，进入你的同在，荣耀彰显，信心吐意在你施恩座前，卸下重担，全心紧紧跟随，
神，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交在你的手中。过去我们也许不晓得，有一些诡骗的阴霾阴影还残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有一些不好的影像、色情的影像还困扰着我们。父神，我求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这一切，让我们宣告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荣耀的祭司，是能够来到你跟前敬拜服侍你的，并且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让我们祷告带出能力跟权柄，让我们的祷告蒙主你的应许。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一些不属神的影像、一些话语、不属神的咒诅的干扰我们心思意念的，我们奉你的名，一切都摒除掉，都斩断。谢谢你给我们可以重新来过，让我们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全然属乎你，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活在光明当中。谢谢你把这光照我们的家，光照我们的教会，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今日到主，开始奉献。作茧，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同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来依靠，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于地上加恩，地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今日到主，会众请起立。施恩作茧，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衷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来依靠，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天上加恩，地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天上加恩，地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会众请坐。现在请潘牧师事工分享。家人们，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刚刚在领受，然后呢，我们的敬拜，我相信神的灵，他的医治，他的大能都在我们当中来彰显。我们有绝对的肯定的信心吗？阿们，阿们，信就必得着。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我们的事工，教会的事工。好，我们要来导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黑色的字。于是，请来。于是，月亮
直到国民向敌人报仇。再一次来，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直到国民向敌人。再一次，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好，约书亚记10章13节。好这个日头就是太阳，然后月亮停留止住，这个在历史上都有真实的一个记载。所以这就是神的作为，为了要让约书亚作战得胜，有足够的时间，所以神就垂听他的祷告，真的把太阳、把月亮停留跟止住，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所以神是垂听祷告的神，阿们。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难处跟神祈求，他必垂听并应许。好，接下来感谢主，我们已经有3团，我们总共有9团要出游布道。那我们第一团是玉喜牧区的，他们有81个人，然后有52位的 best 我们真是为他们顺利，然后平安，而且呢也为了这些的 best 做了很棒的见证哈。这是玉喜牧区，非常的好玩哈。接下来第2团我们来看一下，是秀莲牧区。秀莲牧区呢，他们有40位，并且呢他们有17位的 best。他们后面那个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哇，你们有趣是不是？后面就是梨子园呢。来，我们看一下了，牧师带回来咯。哇，来把它打开好不好？要2个人。秀莲牧区呢，他们就带他们这些的弟兄姐妹们到了这个梨子园，自己采的哦。来，拿起来一下，打开，这个还算小哦，还更大哦，是自己采的。所以他们去呢，刚好在2-3个月前呢，秀莲跟他的同工就去场勘。好，去场勘的时候呢，那个梨子还很小，他们就担心说，哇，那这样我们来了就没得采梨子了，摘梨子。他们说，你2个月后、3个月后回来就很大。我们果真昨天去的时候，就长比这个还大。所以呢，他是用那个剪刀呢，用电的剪刀。咔嚓，它就下来了。好这个呢，它要摘下来的时候呢，一定要有第2个人把它捧住，然后呢剪，它才掉下来。这样哦，是这个是有机的。然后呢，老板叫阿贵，他说这个皮可以吃，这个皮呢含有膳食的纤维，还有贝塔胡萝卜素，所以非常棒。那好，这个呢，等一下呢，去把它切一切。我们等一下会后有那个桌长要集合，对不对？切完了，请桌长们，我们要来开会，然后大家来享受一下，好不好？不用削皮哦 ，OK？ 好，我们是因为他们这个是非常棒的哈，而且是很嫩的，好，所以这是。秀莲牧区他们出游带回来的果实。好，那再来呢，下一个第3团是我们的豆豆牧区，他们有74位，2部游览车 ，base 的总共有34位。好，所以呢，我们为这些的 base 的总共有100多位的 base 的，我们渴慕他们落户在你的小组吗？阿们吗？对，是，所以我们这次透过这个旅游的桌群呢，要把这一些 base 的能够很快的落户在你的小组里边，而这个呢，就如同是我们细胞小组旅游布道的外展幸福小组，所以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可以跟他们连结。那等一下礼拜后我们请铁三角跟铁三角桌长呢，还有总召都留下来，我们要来做一些的说明跟策略的解释。好，再来。我们为这3团呢出去平平安安的回来，又充满了喜乐。他们午餐呢都吃得非常好，有小组说，那我们这一小组我们再带回来再吃一次好了哈，非常的棒。我们为这3团他们平安顺利，我们掌声感谢神。哈利路亚。那我们下个礼拜天，我们的礼拜时间有调整，是在早上9点。为什么呢？我们要做什么？
街头布道，我们得人的机会又来了哈。所以这是我们很幸福的一个时光。所以呢，在这个礼拜3之前，请我们组员呢跟小组长回报，然后我们的小组长把人数回报给我们的辉华干事，因为我们回来之后我们都会有点心，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比较精算的一个计算哈。好，那我们在街头布道之后呢，我们还有牧区的分享会。那我们的福音卡，这个福音卡在这个礼拜的小组的聚会哈，我们的小组长记得把我们的福音卡拿出来啊，每一个组员都把这个福音卡带回来，我们再复习一下哈，在你的小组里边哦，这个礼拜，所以小组长有没有听到呢？小组长阿们吗 ？OK， 好，那再来，好，再来礼拜后我们召开桌群的功能说明会，所以请我们的铁三角总召桌长留下来吃梨子。好，接下来我们有永光的晨祷会，礼拜2到礼拜5，我们来看一下影片。好，声音。感谢主，我们有这么多人在礼拜2到礼拜5的上午6点半来到教会晨祷，6点半到7点半。那我们呢从26个人到现在已经有50多人参与在晨祷。大家呢来晨祷完之后，然后就去上班。所以这个时间搭配得很好，而且很多人有很美好的见证，因为参加晨祷之后，所以那个整个一天的力量都够用，而且常常有美好的事情发生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经验到的。为什么耶稣要我们晨祷？因为当你晨祷，你那一天就会很踏实，并且充满活力，脑袋呢也非常充满智慧哈。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跟旁边的你跟他说，你也可以来晨祷。哈利路亚，感谢主。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好，我们的永光教会呢，我们在礼拜当中，我们都有吹冷气哈，所以我们去到山上山上都没有冷气哦，但是在我们需要冷气，我们才能够平静我们的心来礼拜哈。所以现在已经用了24年，我们的这个主机呢这些冷气的主机都要汰换，所以呢，我们需要换新的让我们能够有好的一个礼拜的一个氛围，所以我们需要有400万。那弟兄姐妹来为这个事情，我们来关心、祷告、也奉献。我们预计12月就要来动工哈，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一笔的款项。那弟兄姐妹们为这件事情来关注。好。幸福小组928要开始，那我们要来提交辅长跟实习辅长的名单，请我们的小组长呢，用祷告的心来把这些辅长的名单来提交给我们的干事。接着，好，生命更新营我们9月6号就要开课了，所以呢，我们已经报名的要来领取这个会前读本。那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你祷告你的灵如果有感动，你就来报名，神必赐福给你哦。好。要召开信仰奖励金，所以呢，我们的同工委员来参加。青少年在暑假下个礼拜有 Radical 的特会，那我们总共有33位的青少年，他们要前往新店行道会。那我们有参与服事的是舞团，还有主领敬拜主领的部分，所以我们都常常为我们的青少年来祷告。那台北中会传道部我们的长职训练，我们来留意时间，也来报名。另外，我们恭喜我们的御苑执事的女儿白瑞轩她考上了伯克莱分院的教育系硕士，非常的棒哈，在加州。那她上个礼拜前几天已经回到美国去，要开始开学了哈，所以我们也恭喜我们的御苑，刚好是今天的诗会，我们的御苑执事。服侍神的，神必服侍你的儿女，阿们。这就是一个印证哈，恭喜我们的御苑他们的全家。好，接下来，那我们呢儿童牧区都礼拜后都会有一个亮点齐聚哈。
亮点齐聚，就是把那一天的聚会呢，后面呢会做一些的分享，然后感动的分享以及有一些的讨论哈。好，接下来青少年的5班还有星光学院开始报名了哈，那我们也来留意另外我们的永伟牧区要出游哈，是好。那永伟牧区之外呢，还有青少年的，然后接下来兆民牧区。那我们看我们的周报我们欢迎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参加哦。好，我们为张菊妹姐妹来祷告，是丽丽的妈妈。那最近呢发现肾脏的旁边有肿瘤，所以呢礼拜2预计要手术。好，所以我们也为丽丽的母亲她的健康来祷告，也为我们所知道其他的你的组员他们的健康来祷告。好。那今天在你的身旁看一下，有没有你不太认识的？你可以问一下，请问你的名字是？你叫得出来吗 ？OK， 好，在永光教会里面，我们彼此认识，然后每一个都是我们的家人。好，我们今天我们的君玉师母也在后面她今天还是从林口来到我们当中君玉师母，你有带朋友是不是？一个新的朋友，对不对？来君玉师母的朋友在哪里呢？好，我们拍掌来欢迎他，帮忙带小孩欢迎你，上帝大大祝福你。是，还有我们从国外回来的然后今天参加完礼拜，可能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上帝都看顾你们的日子，看顾你们的脚步。那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要来彼此的热情祝福。好心情，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大大的爱哟！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你的爱要让别人看到我们下个礼拜是几点礼拜？9点呢，我们的儿童青少年我们3合1的礼拜，所以记得9点要礼拜。我们仍然站立，请牧师来祝福祷告。愿上帝慈爱的圣手扶持你们，愿基督的救恩临到你家里每一个人，也愿圣灵引导，让你们走在光明当中，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除去一切黑暗的阴霾，在光明之子的生活当中更经历他的丰盛跟恩典，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大家平安。上帝祝福我们，下个礼拜9点见，大家请坐。我们的铁三角桌长，我们请在